紧啥啦？紧就是快，快就是紧。所以你紧问我讲我要唱什么歌啊？哦，今仔日要唱什么歌？我咱啥货啦？咱是珍珠，伊是乌衣。这条顶回唱过啊啦。这条歌今日真正会在用，拄好，因为伊真正是乌衣。啊是啦，听明，因为阮今日的来宾就是乌衣。到底乌衣是要来讲啥？是要讲食，还是要讲啥？安尼都好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你的音效咧？咱来欢迎今，咱来欢迎今仔日，我袂甲加掉。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毋是你爱，咱来欢迎今仔日出名人，咱拍手了，啊，再个直接。甲介绍伊的名，是安尼哦。你是，歹势歹势，我每个介绍一遍，你家己先讲话。来，咱来宾会使讲话啊。好，大家好，我是乌衣里顶的开发人，我叫做乌衣啦。乌衣，乌衣，伊笑呢，欢喜啊，对无？然后别话你讲，拄则阮头前就伫遐咧累讲，要一个音效是创啥？结果你讲乌白边就是无法度配，就变成安尼。好，你是乌衣，但是我想要问讲，因为我会记进前二等刚开始的时阵，你叫做心安。对。啊，想要问讲，即摆是叫你乌衣，还是叫你心安？伫网络顶悬可能无人会记得我叫做心安，大家拢叫我乌衣啊，所以即摆就叫我。你知影心安即个故事无？我毋知呢，因为我想讲，我有看伊的面册啊，对，啊，就是迄是欣赏的欣，所以我一直感觉就好奇为什么是讲心安。哦，来，咧解说一下，故事甲你就懂。袂，做懂你嘛使听啊，无你先想啊。等下别话你讲，拄则阮知影一件代志了后，阮就是无法度好好主持节目。袂啦，阮无要讲，阮无就无要讲。好，就是自细汉，阮阿嬷就叫我心安啦。嘿，我阿嬷嘛毋捌字，所以嘛毋知影迄个字叫做心。是讲心安这个名是为就是华语的成语来，就是心安里的迄个成语。本来字就是心安嘛，不过阮爸母就换做迄个欣赏的欣。不过我感觉叫心安较好听，心安较无好听，所以袂紧啦，名随主人啦，名随主人。对，你想要安怎叫就安怎叫，你莫管害遐个人讲，你念唔着字，你讲迄我的名，我有决定权啦。所以爸爸妈妈甲你号即个名，就是希望你做每一件代志拢会当。心安，感谢你，感谢。可能嘛是安尼。你等于问你老母讲，阮阿姊叫做心平，毋过伊嘛无心平气和。讨搞阿姊压了啊！意思就是讲心地真歹心。公孙球，乌衣阿姊你有听到无？然后实在乌衣阿姊的人，紧甲即段放互因听。咱想要请问乌衣是倒位人？偏向是教你讲台语。我会当算是台北人，毋过我是伫南口大汉的，就是新北市。好好讲话哦。南口台北真正要来啊！无要紧，你南口是桃园甲新北哦。这桃园代表，想要讲啥讲啥。好，南口所以活当地的台北。对，就是我国校6年的时阵就搬来到台北遮。你平常时敢有伫讲台语？就是细汉时阵，住南口的时阵，就会定去阿公阿嬷因兜食饭，食因的饭就爱讲因的话，所以食因的饭，听起来是舌头共款。你是咪做紧张的哈？无啦，你真是咪做紧张的？有小可。听我明话恁讲，拄则麦克还袂拄起，进前乌衣，佮会当甲阮开讲伫咧笑。但是我今仔看伊，我看伊的喙伫喘。刚快出啦！真正就紧张诶！你的喙就黏。我感觉讲台语我就会足紧张诶。是安怎？阮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啊。对啊，开讲轻松就好啊。你的是甲两个妹，你去阿凯遐讲有咧紧张。对啊，你去遐讲。阿凯比即马搁较紧张。什么态度？什么意思？所以意思是讲，阿凯啊，好啊，无紧啊，来，阮节目就到遮，多谢大家。无啦，讲笑。
所以食阿嬷的饭，讲阿嬷的话。嘿，啊，若是倒来，就是平常时的环境内底就拢无。对啊，就是6年搬来到台北了，就是进入到一个全华语的世界，所以就较无咧讲台语。啊，后来你有一段就是你迄语言觉醒的迄过程，你敢要甲阮分享者？就是尾啊，我读大学时阵就去日本读册，结束了后嘛留伫遐做工课安尼。这时阵想要叫伊讲一寡日语。对呢，咱顶下有德语对无？对啊，顶下有德语，这时阵日语。听别人话你讲，拄则白边啊，伫遐咧试麦克的时阵，伫遐咪得说个你一话，我讲要学哦，伊讲日语，你个日语头讲这。听伊看我有讲毋对，其他甲我纠正。我日语嘛无遐尔好啦。无要紧，无你凊彩讲一段话，你讲毋对嘛毋知。雄雄毋知要讲啥。拢好啊，介绍者啊。你敢是口巴要洗啥？苦労都死咯。苦労。无法度，我会想起魔法阿嬷的苦労都死咯。苦労講死咯講咧。苦勞講死，會使，但是你講一段就是完整的語句啊。苦労講死咯講こんにちは、太郎です。はいです。好，結束咗。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好，你去日本了？好，所以我就伫日本住7天安尼。7天哦，就是一開始我是完全袂曉講日語就去啊，尾仔就因為我做工課就是逐工攏愛用日語，就慢慢日語就愈來愈好。有將一工就發現講家己的日語比我家己的台語佫較好啊。日語超過台語，逐工攏愛拄着日本人。對啊，而且伫遐應該是無講台語的任何機會。甲台灣人的朋友嘛完全講華語。但是你伫日本，你家卡迄就是視訊電話，倒來互阿公阿媽。我劍孫碰見啊！你走去日本啊，到底能打電話俾搞這種？有啦，常常有打電話啊。打電話敢會講台語？因為迄當陣台語就爛，所以但是無得卡你因阿公阿媽可能真少年哦，你阿公阿媽敢講日語？會袂曉。你就是少年的台語。是少年的，是少年的。因為阮阿媽也要講日語，所以阮有以早細漢時陣就是。無要個唱摸摸頭路上，莫甲我看。我嘛無想，已經聽甲爛去啊！就是阮阿嬷其實會當就是講一寡日語，基本上的思想對話伊攏有法度。正常有聽到你唱迄摸摸頭路上，你拄是自外話吼。好，過來就是日語超過台語了。就感覺講足見笑，因為家己是台灣人啊。因為細漢時陣台語足袂練定，然後阮阿嬷攏會甲我講，就是你是台灣囡仔，哪會袂曉講台語？迄當陣就會感覺講阿嬷足煩的，我就是自然就安尼咧，我哪有法度安尼？毋過大漢了後，佇日本住足久的啊，常常感覺講家己就是台灣人為迄個意識，就開始感覺講家己是台灣人，愛會曉講台語安尼，所以就想要甲台語找倒轉來安尼。好，所以就決定要找倒轉來，還是講為着要找倒轉來就轉來台灣？你迄個這段故事講出來啊！你緊來講故事，緊來故事，是我給你緊張一個袂記，你知？然後別話你講，以前我喙唇佇搓，伊個手一直佇摸動。我嚟講，你到時別講出來啊！你到時會收入去哦，迄個聲收入去。好。莫緊張啦，有兩聽咗名你聽到。你話坐較窄。無要緊啦，無要緊，自然就好。所以迄當陣開始學台灣的時陣，是我還佫住佇咧日本，疫情開始差不多1年。對。迄當陣就是足幸運的，就是有一寡台語文的 YouTuber 就開始咧做，像講正有來即個節目的台南妹啊，哎呦。哎呦，教學節目啊！佫有一寡像講阿華西款的，所以就看因的影片，就對因開始學台語文安尼。尾仔就感覺講學台語的羅馬里了後，我的台語嘛愈來愈好，毋若是我擺的詞愈來愈濟安尼，我的發音若是講台語的時陣，攏佫較順安尼，所以感覺講台文這個物件足好誒，所以想要開始殺台文安尼。所以就轉來台灣安尼。毋過毋是因為着要殺台灣才轉來台灣，因為疫情所以轉來台灣。所以就是因為疫情就佇日本住2冬攏無法度轉來台灣，所以就感覺足痛苦嘛，就想要轉來。思念故鄉安尼啦，思鄉。我本來想要甲伊搭
打做就是为着台语转来台湾安尼，放弃日本的前途安尼，叫你即家讲出来安尼。好啦，你换你问。好，安尼要问讲，学院就是咧读册的时阵是读啥物科系？敢是甲即个软体设计有关系？其实我是读文科的，读文科会开甲你做设计设计 app，嘿啊，就是迄当阵伫日本的时阵是读文科的不分系。就是就是啥物科目拢会使读安尼，啊，毋过拢是文科下面的科目安尼。啊，毋过大学3年的时阵就开始遐停时就开始愈来愈清安尼，所以就家己想要试看觅安尼，所以就开始家己去学安尼。哇，家己去学，甲会当做一个物件安尼。啊，好啦，我们。可以，高人啦，高人。所以你原本读的科系，敢有想讲要做啥？你读的时阵，你以前读的时阵，甲你文呢？一开始嘛无啥物想法，啊，就是干那读册尔，就。迄当阵大学的时阵都敢若想要耍尔，所以袂想遐尔济啦。日本真好耍哦。系啊，我就是要去日本。啊，你正做的工课，你除了你做即个软体开发，你敢有你做其他的工课？拢是甲资讯相关的，所以就是写程式，无就是去。去演讲，演讲，讲到演讲，去 iOS 的app 的，啊对咧，顶礼拜才有分享我的，对啊，你看阮有伫注意你看，歹势呢。所以是设计 app 了，都是拢咧用即个写程式的工课。啊，毋过一开始毋是做写 app 的，是做别项，啊，毋过嘛是写程式，就是工程师安尼。我是去年1月开始学写 app 的，所以到达差不多1年1档半呢。1档半，当做干呢，才请个会使去 iOS 的分享会来分享，个会当演讲。哇，后一个，哎呀，每一条问的都无想要回答，太厉害啊！太厉害。无，咱真正会使先甲伊注文。啊，你后一个若要开发啥物，敢会使互阮两个写伫内底。我会当现场唱一个歌。阮想要有一个所在会当留下阮的声。对，黑边唱歌呢。黑白边啊，黑白边。黑白边唱。好，恁想要问讲，就是有看到网友留话讲啊，因为学语字典，所以对台语改观。你讲你真感动。啊，听讲你进前面试的时阵有讲过一段话，阮两个看了是真感动啊！你敢会当就是甲阮分享，毋是啊，甲阮啊，阮已经知影，甲阮听众朋友分享讲你当初是安怎想要做即件代志？就迄当阵就开始学台文了嘛，感觉讲台文是一个较好的物件，所以想要杀台文嘛。对。啊，迄当阵就是敢若有即个想法，毋过。无一个方式会当真正做一件代志所以我就是一个按公教语言的 app， 一个青色的鸟头叫安尼。我知。好，反正就是一个足有名的语言学习 app。对。我感觉伊足厉害的所在，就是我知影有足侪台湾人拢足讨厌学语言的，就感觉讲学英语足痛苦的，因为伫学校时阵拢是干那背单词啊，那个痛苦的。啊，毋过就是迄个 app 足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当甲语言的学习变做一个足好耍的代志就是遮尔讨厌的感觉。哦哟，所以就互足侪人开始想要逐工学语言的，所以我感觉讲台语应该嘛爱有即个 app，所以迄当阵就开始有想要做 app 即个想法，所以嘛是就是开始伫网络找资源，要安怎才会当做 app 安尼。你当阵就是你迄个想讲要开发一个专门替台湾本土语言设计即个语言 app， 就是你即个时阵。这个想法造出来，对，在咧定伫你的头壳内底，但是就是才做1年尔，表示讲就是你要做这个时阵才开始吹，才开始做，中应该是拄着真侪困难啦吼。困难的这个题目伫后壁，咱等下再问。好，过来要问讲这个字典内底的配色，配创啥啦？是咧，这个配色有迄个汉字圆啊、乌圆啊、甲仙草。想要请问讲，就是选乌圆做字典即个名，敢是因为你家己上爱食乌圆？其实毋是，我上爱食的是豆花。那毋是豆花字典。毋过会选乌圆来做，就是主角，就是讲，因为我是一个袂晓画图的人。毋过迄当阵就想要
放一寡有台湾特色的物件伫我的 app 内底。所以我就有四界找，有四界画安尼。我发现讲我画了足好诶，就是黄圆即个物件，画了嘛足高水诶，所以就决定讲来甲伊创作我的 app 的主角呢。了解了解。那就没有咱先讲一寡互无熟悉的人知。好，黄圆就是创一个手机 app， 但是就是 iPhone 才有诶。对，台语字典号做黄圆字典啊。等有诶人想讲，奇怪听到遮毋知。但是你敢有想过讲，即个物件出来了，你诶名就变做黄圆？你敢有想过即件代志？没有，我就豆就接受啊。我嘛感觉讲足高水诶。人啊呢？哦，你若是譬如讲，你今日来阮现场芳2碗黄圆互你，你嘛是有法度甲食落去？会当啊。我要啃蚵啊！有诶人不爱食蚵仔，要啃蚵仔。我其实无白听蚵真的，真的。安尼，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即个 app 顶管有地瓜圆无用汉字言，敢有啥物原因？其实无啥物特别的原因，因为即个 app 是会当切换语言的，所以伫华语的语言内底就是叫做地瓜圆嘛。毋过你甲伊切做台语，就会变做汉字。你讲就是迄个软体设计，就是切换字语言，就是伊下骹的语言。字啥物？20箍、70箍、80箍，你咧变魔术啊？啥啦？你手尾尔比啊？我看无，听做没有看无啦，紧的啦，啥啦？切换文字啦，台文甲华文的意思啦。听没有？你若是感觉讲迄地瓜圆怪怪爱记啊，表示讲你迄个语言无甲切换过来。对。好，咱想要问讲字典的配色啊、设计啊，还有字体看起来真古锥。甲大家一般心内所想的迄种字典，拢较无共款。甲咱甲阮分享讲你的设计理念，就是你拄则讲的，因为我黄圆画起来真古锥，画甲上好。都是一开始设计即个 app 的时阵，就想要甲即个 app 创甲搁较古锥安尼。古锥，因为就是因为我知影，足侪人对台语拢有一寡无好的印象，对无？硬扁扁安尼。但是讲台语足爽的啊，爽扁扁。我真要用 APP 看，会使讲几个。继续。真正伫 Threads 顶管有看到一个人讲，伊伫百货公司就有拄着人讲，查某人莫讲台语啊，就无气质安尼。无 APP 哦。我你给他考倒啊！我听甲面色青顺顺，气噗噗，心悠悠啊！我咧只讲几个，你真听到没有？你讲 APP 就是一个台语的句型，就是 A 这个字甲后壁 B 两个字顶它会当去做形容安尼。安尼我想要问讲，就是你讲你黄圆画了上好，想要知影讲你还有画啥物其他的？对啊，当初是你饲的时阵，还有啥物其他的物件？其他的物件我袂记，想袂记得。粉圆啊，圆嘛就好画啊，乌咧。你有一讲啊，你等下紧张一下袂记得。For example 无，个拍嘅。真正是袂记得啊，就是一开始拢黑白话啊，就讲啥物拿白千团啊迄种啊。毋过我刚刚讲就是食面较古锥啊嘛。食面较对啊。但是想的嘛是豆花一寡配料啊，所以一开始。我较介意食土豆的豆花，豆花较少，豆花较少诶。我去买豆花，阵个头家讲豆花较少咧。我无介意食伤济豆花，我食是汤水。你直接去敲一碗汤水无？无，迄无共款，你迄无共款。就像迄绿豆汤有无？就是爱做安尼米米松松，爱面顶迄安尼汤上好哩。啊，来去我阿妈拍，因为下骹拢剩咧了。我恁想问讲就是圆的关系，所以这规个拢是叫我色安尼，还是讲你其实当初是就想好讲你的配色？其实一开始还未设计教室的时阵，就介意就是叫我色。就介意这色安尼。所以是已经有这个色的。可能嘛是感觉讲黄圆甲这个色嘛就合咧，所以最后就选这个色。所以就是黄圆叫我色，汉字圆黄的。但是你的黄个毋是迄种，就是柑仔色。感觉是柑仔色。柑色啦，安那？柑色啊，仙草就是乌的，真古锥呢，真古锥。以后敢有想要出伊的迄周边？你对啊，有咧想的嘛，足侪人有咧敲碗安尼。卡哇卡破，你就是出迄有无？迄软的迄种的，迄啊字落会使念台语的。这古锥。喂，阿姨，第一个内底机器害去边咯？我想要录内底迄个。会使诶，我感觉有戏。
恁爸仙草啦，这敢爱比掉这该。比啊，应该是免啦，应该是免啦，可能无人会买。无一定卖买拢卖买啊，字就伊会跳出一句。后来搁咧问讲，就是你面对即种开发的各种状况，敢会当分享讲，即个过程中拄着上大的困难，你有听转？伊紧张，啊，敢有？记得着你看人都无感觉？你有感觉我今麦较无咧紧张？有啊有啊有啊有。你有感觉就是讲开讲都轻松的无？我今麦看你笑甲有啊，足欢喜的，一开始就紧张诶。错安尼啦。阮甲阿凯无共啦，阿凯要听着，阿凯敢有来过？无阿袂哦对，阮时间超袂拄好。哦，阮要甲阿凯啊，你刚来录迄专辑有智慧的时阵，无来甲阮讲，阮真正是生气啊！阮记条条，阮记壁顶哦，你会害你哦。后来拄着上大的困难，对，袂记咧问啥？开讲无开讲嘛是爱回答无。就是讲做即个 app 拢是我家己一个人咧做诶。对，所以为开发设计甲宣传，而且就是伫社群媒体顶悬写一寡文啊，拢是我家己一个人来做诶。嗯所以就感觉讲家己一个人做就忝诶。好牛兼讲精诶，添系列咧。我 ABB 个继续啊，对对。系啊，所以就会感觉讲，就是我是一个人，毋是一个团队嘛，毋是一个公司，就感觉讲所有诶责任啊，是讲压力拢爱我一个人担，对所以定定就会有足侪较负面诶情绪伫遐，哦所以我感觉讲。一路行来，会爱面对，就是一寡较无好诶情绪哦，情绪安怎排解啊？所以软体设计方面是无困难。嘿，对我来讲是无遐尔啊。机器的方面无困难，但是人的方面上复杂。就是家己诶心理啊，嘿哦，啊，佮有一寡别人的言啊话啊，啊还是讲对对无？啊，佮有一寡就是迄对家己的负面印象啊，还是讲迄种刻板印象所讲出来迄种，就是我袂无法度 ABB。监督都袂使安尼讲，酸金金的语言，酸金金刚才用一下。这 ABB 的游戏，啊，你讲有其他什么排解的方式啊？你毋是有讲，你出忝的时阵，你会去想到一段话，这我感觉讲出来，当然嘛，讲出来，用台语讲。对啊，我会我使替你念啦。哦，好啊，有声音的配型，我当官头啊，一个听到迄来宾伫咧现场点有声音的配。好，王姨有甲阮分享讲吼，就是伊伫咧拄着上大困难的时阵啊，伊拢会去看一段话，重新过来调整家己面对。这段话就是讲吼，语言发展重点毋是伫咧语言，真正的重点是伫咧其他的代志，包括字治，啊，佮有解读识明，了解传统价值观甲风俗的关系，重新了解啊，佮有关注土地，找倒来社群的凝聚力，啊，佮有归属感，替后一代建立强烈的身份认同。语言是达到遮的代志的关键之一。啊，若是语言发展，就是关于头拄仔讲到遮的物件全部。对无？对。我要秀啊 NG 300拜托。感谢后边。所以你看，阮有啥物批示，拢是现场安尼，哇，迄批摕起来，安尼开始念，哦，紧张甲。真厉害。无啦，有诶，若是专华语的，阮会先写啦，因为若无，就是你真正迄安尼。有人安尼一直蹲地吼，加大个人会死去吼。对，直接华语无法度直接念吼，对，家己先缓阮就会解。直接冤家，冤家的时间会超过迄个录哦，音。敢会冤家？哎呀，你看，你拄则看袂出阮两个咧冤家啊？好看咧。你看是咧冤家，食龟吃瓜，食过，食龟。徛关山看马小太咯。除了即段话以外，听讲你嘛有收到真济老话，你敢会当甲阮就是分享讲，互你印象上深的老话。我上介意的一个就是一个人就是有囝户啊，嘛有老话甲我讲，就是推荐因妈妈就生学院里底哦，我安尼。知，嘿，好来你讲。我感觉迄个就好笑的，就是一开始因阿母就讲啊，我台语已经足好啦，免用啥物学院里底。嘿啊，毋过讲了伊就会直接算半点钟安尼。啊，迄个人就讲
后尾啊，就是因老母就变甲足凄美，哦，安尼就规个调咧呢，敢你算游戏共对，伊下骹佮写啥你知？开这伊 app，毋是，伊下骹佮写啥你知？伊讲过长工透早去叫因老母的时阵，因老母拢不爱改伊，变做一个无情的妈妈，变做一个无情的妈妈，丁白伫咧迄个手机内底的妈妈，伊点咧毋通破坏咱的家庭。罪过，我先回系列。妈妈，你有想要熟悉阮即个学姨无？啊，敢有其他的？嘛有就是刚刚讲，就是王伊里毋若适合，就是是大人嘛，适合有一个少年人嘛有咧用，就有一个高中生嘛讲哦，伊即马咧考台语的认证，就是教育部迄个。啊，伊嘛有咧，就是高中即马台语课嘛是，敢是必修。对，必修。就是一定爱修台语安尼，所以因就感觉讲王伊里对因就有帮助呀。哇，厉害呢，够感动的哦！你这时阵来甲因讲啊，我嘛拢有听公司台语台拍。练听力啦，好啊！你咱甲阮的你坐离阮即位，你大家讲好，我会啊！你坐伫阿凯遐，你大家讲阿凯，你知无？妹妹，你家己做人的道理，你会使增加一个出社会就是安尼啦。对啊，因为我咧讲，机器的世界内底无人会甲你讲迄有诶无诶，但是你看伫咧有人的世界内底就是遮尔复杂哦，头前两个人。刚好走总安尼。人在讲我心不由己。我袂要唱，你袂晓唱《为人在天》。袂。我对你想失望啊！安尼这节目就到遮。听到没完，咱这节目就到遮。感谢大家收听哦。好啦，所来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咱拄则讲到妈妈会伫使用这个软体是大人嘛真好，就是因为我感觉伊迄个字体。伊使放甲足大诶，对，爽诶！我用迄，因为我当阵我本来册乌的，想讲我甲伊乌的，想讲哇，先抄这乌这可能字喎，因为伊是乌底白色的字，我本来想讲啊，这可能看袂清楚，暗暗的时阵，无人伊会使册甲真崩，字体但是册甲真崩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抓内底无法度看全部，你就是爱咧用久诶。啊，因为我有当时我哪看哪头就一个你是哪来风遐尔大？爽啊！就是在启动老花啊，老花哦，老大人，我咧模仿迄老大人安尼，可安遮远安尼看。啊，毋过真正是有一个可能是老大人，就甲我讲伊就想要用王伊里点，毋过离就伤细看无安尼，所以就为着伊增加一个功能安尼。袂歹，我感觉真赞诶，因为有诶人就是伊手机啊本地设定，伊就是甲伊切甲上大，但是有诶 app 伊袂照你诶物件去，对，所以就变做讲，阮母啊因讲。切较进步，这个在讲，有一个开讲的软体，伊切较进步嘛是安尼。啊，但是咱像你讲伫咧 app 内底调整，无限制伫咧你手机啊本身字体偌大，会当甲伊切较进步，大搁较大。我感觉真好。你要工商服务一个，就是你学的字体有啥物功能无？就是学语字典当然就是一个字典，所以你是讲学语字典就是一个学语。你哪里会感觉这么错？啊，毋过你袂晓台文嘛，无要紧，你会当用华语查台语词安尼。所以内底嘛有一个就是会当学罗马字的单元，所以就是完全袂晓台文嘛，无要紧变紧张，就是你用学语字典，你就会当甲罗马字学好嘛，会当开始用罗马字查台语词安尼。对，而且伊的罗马字佫是邀请咱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我哩，哎呦，袂歹，有听啦，有听。无是伊是为着阿佑去听，毋是为着。啊，嗰底是啥物歌？雄想要出歌名。无，你想少年啦，你可能无。三个女主的团体，无想要听。即马拢各自发展啦。对，无想要。那我都安尼。然后每一年想讲这集到底是咧讲啥？大家拢家己记得咱伫玩家。还有讲到咧团体，就想到咱。王伊也袂唱歌哦，对，我紧先互伊工商了，才互伊唱歌嘿。就是搁来寄付的部分呢，就是即摆毋若是寄付，就是顶个月开始就有开发出一个会当付费的功能。内底的功能包括就是你当为王伊里顶的 app 内底直接播迄个输掉的声音档，搁有一个就是会当甲输掉摕来耍游戏，就像拄则讲的，就是迄个 app 就是用耍游戏的方式来背单词安尼。就是迄个变做无情的妈妈，迄个游戏就对啊。迄
听免要算进前爱先斟酌者啊，你有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手，控制你家己的心无？毋通安尼算甲安尼饲袂，算甲过两工透早恁囝无饭通食。啊，请问讲你这付费的部分，敢有迄影片是创啥会当甲阮分享？鸦片哦，因为像我掠落来了，因为我无户籍嘛，有我嘛是有免我无户籍，无法度算。但是我看到讲，就是你伫册面顶有分享讲，就是内底安怎算，你敢会当下迄个影片互阮放伫咧阮的面册。会使啊，伫我的 IG 就找到。哦，找到，找着，你真是要讲找对吧？敢会当补充一下，讲啊，就是迄个游戏就是免费的嘛会当算，啊，毋过会当算的单元就是乌罗马里的单元。对啊，啊，若是户籍就会当算，就是所有教育部到店内底的词条安尼。对，而且伊个有一个，若有咧考检定的人来认真听，伊有甲教育部接用的700字放伫内底。而且你这700字听过了，还有一个复习算游戏的功能。啊，迄我无户籍，我看袂到。所以，咱是要甲主管啊，阮可能需要经费去户籍者，啊，阮爱付2台手机啊，安尼阮2人才会使用。好，到时阵麻烦你，就是甲迄影片来阮下骹留话。甲你迄影片甲我分享出来，听朋友，你若是跟他听 podcast 的人，你若想要知影这物件，就来阮的面册买种药，来看这篇图文下骹，伊会伫下骹补充啦吼。好，犀利，过来是上重要的唱歌时间。听朋友，阮即摆有淡薄仔介叫，因为拄则是要讲即句进前吼，迄录音机无电啊吼，规个切掉去啊，迄伊讲耶，要唱歌咯吼，你当作你会当安尼闪过、跳过、人过呢，无可能啦吼。阮就是叫你家己坐伫遮，啊钱买互你，啊先甲迄电电话好，啊叫你唱歌了，再唱。啊，你有想好你要唱啥袂？我想要唱这条歌，叫做《碧笋》。哎哟，阮前一早啊咧唱啊。哦，15秒，你要拄倒会开始副歌？副歌吼。好啊，啊，阮就想要笑的啊。会改叫啦。你来笑啊，哪笑嘛，无要紧啊。好，要来哦。啊，阮敢爱配合你。好啊。阮学声，细来啦，做伙来啦。你先唱啊！阮看阮安怎会使甲你进入。我气爱较低，你气较低，阮就无法度唱。啊，紧啊！天地一块，互咱美小吹，美小吹，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咱会去形容伊哦。是嘞，袂当合声。而且伊讲伊要较低咧，伊嘛是足悬咧。好吧，继续。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电视在飞。啊，15秒差不多。我都想要甲你拍，是不是应该迄个拍？搞诶，你妈搞咧！伊安尼去形容着人唱歌诶感情咧。你后礼拜迄小病诶时阵，你咧唱我安尼甲你对待。我连就这歌我拢袂晓。真诶，因为阮即个网友投稿诶歌，就是伊写有呢，阮拢听无。而且我迄感觉是较新诶啊是？有诶做新诶，有诶就是迄个歌咯，毋是阮听诶。我讲迄工迄个咸辣少咱诶迄个啊，什物女神迄段有无？阮朋友一听就知影是啥物歌咧。啊，我后来有想到啦，我后来嘛有想到，但是我迄工就是家己唱出来安尼，用我家己想要来。好，刚刚还有其他要补充，譬如讲你刚好要去倒啊，像这个 iOS 的这种 App 分享会嘛，当跟我分享，还是讲你最近有基本什么活动？可能无啦，就是请大家就是寄付支持，大家寄付支持啊。安尼用 iOS 系统以外，敢有对啊，阮 Android 系统已经卡我迄个。哦，就是逐工拢有人来留诶。对啊 ，Android 系统，你好拄则我为着 Android 系统画甲这麦拢变去。就是我有计划，就是明年开始开发，毋过毋知影当时会当做了啦。这时阵得使问一个较专业问题，谁若是拄 iOS 开始？因为人一般毋是讲 Android 的迄上架较简单，因为 iOS 甲新查甲串，一般就是阮目前知影的物件拢是 Android 先。啊，过来等稳定了，才会变成 iOS。但是你甲人无共款咧，是安怎呢哈？无，因为这个 app 就是我个人来开发，我家己就是用 iPhone。个人需求哦，个人需求安尼。哦，所以当阵就想讲先开始做 iOS。但是你即摆已经甲困难的破关，安尼过来
enjoy 应该就是较无问题吼。希望是安尼啦。希望是安尼吼。啊，到时阵你 enjoy 拿出来甲阮讲哦，阮会替你宣传。哦，大声替你宣传。多谢。大声讲，我已 enjoy 办不出来。歹笑，冲啥啦？歹笑。好啦，今日真欢喜邀请到王姨来到阮现场。我贝贝。你有想要伫咧节目面顶甲啥话声无？比如讲你感谢啥啊？感谢阮爸爸妈妈。感谢阿优啊！你毋是阿优伫咧节目面顶有讲到你啊？感谢阿嬷。对啊，感谢阿嬷。我你要甲伊话一声，啊，你当甲即段放互伊听，讲啊，你听安尼。哦，感谢以上的大家安尼。玲珑替我讲。今日节目就到这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门，来请门，多谢大家努力。我想一下，讲话还犀利，自己就设计的，你会记？就是讲袂搞喊嗨呢。伊其实有伫咧，我知啊，因为你家己无专业，然后我有当咯。我有啊，我嘛有，我真要闭心。语言学进，说安，若是伊。伟哥，破关不是，甲困破关啊，破关。